来看有一个富人人，去年去一间诊所做手术，因为副作用又搁去教学病院做3届手术，开上100万哦。这件医疗纠纷，台北市卫生局调解无成立，已经伫咧拍官司咯。诊所是表示讲真危险，麻烦国人甲病人继续调解。一位女性伫去年6月到台北市内湖一间诊所，经过超音波检查，发现有超过5公分的子宫肌瘤。了后，伫问诊医师的安排之下，伫7月中进行子宫镜射频消融的手术。女性表示，手术了后疼到身体拢稳起来，不过诊所讲会当出院，转去厝了后疼到前往教学病院急诊。肠子破洞了2周才开刀，导致我病情恶化，差点休克。我肚子当时痛到打吗啡都没有用，也因为肚子太胀，没有办法躺平，每天坐着睡觉，真的生不如死。我住院一共41天，每天不能吃不能喝，全身插着管，忙着机器。施小姐表示，互急诊诊断出腹内有长空气、腹内有水、肠仔破空等等的症头。伫原地诊所医师的建议之下，转到另外一间教学病院，住院10外天，病情继续恶化，紧急进行破腹探查甲小肠的修补手术，后续又搁到教学病院检查，进行2届子宫尖黏的手术，加共4届的手术，开买100万块。也那施小姐经过病院检查，发现讲腹内的子宫肌瘤竟然搁伫咧。施小姐指出，医疗团队态度冷淡，甚至连医调家己的病历资料拢受到阻挡。我们一定不会去推卸这个责任，但是真的，因为你要问我说为什么，我也讲不出。但是你如果不去做这个手术，又不可能去受伤，对吧？所以那一定还是我们会去负这个责任的。至于说病历他不愿意提供这件事情哦，那本局也已经去函给这个诊所做一个行政指导哦，那我们就要求他说。这个病历的提供是诊所的义务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这个案件经过卫生局伫中调解，因为双方意见差伤济，调解无成立，由司法调查当中。也那诊所是发出声明，非常遗憾发生这个状况。本案进入诉讼庭书等咧侦查当中，责任的归属交由主管机关甲专家学者来认定。本院会尽力协助，以便双方来调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